这中秋礼要到啊，一寡社福机构呢是会做月饼出来卖，也毋过家机关有机构是表示讲，今年这中秋的礼暗的卖了无介偌好。除了这关物料起价，嘛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天灾的影响，所以订单是比去年还阁较减3到4成。拄烘好的旺来酥，一帮一帮为烘箱烘出来，准备要来包装。外口阁有老师带着校园继续咧赶工生产。家己县民雄的落地理教育基金会，拢会配合中秋节送礼需求，接订单来生产礼盒。不过，因讲今年礼盒的订单状况无讲介好，大概往年的70%，因为台风，还有这次花莲的大水灾可能都影响大家大家都去帮忙他们，这个是应该的。我们台湾的同一个命嘛，同命。另外一间伫直辖的家己县精神康复之友协会嘛同款受影响。协会讲，除了景气无好，原物料起价以外，因为这段时间天灾影响，致使今年礼盒的订单嘛比去年减3成以上。去年是差不多40几万的金额，那今年只降到剩下20出头，24万这样子，订单金额不多。对社福机构来讲，中秋礼盒的生产收入除了运用伫校园的照顾以外，嘛是培养校园自理的技能。社福机构表示，希望社会各界伫平常时也是当斗支持，互公益的烘焙事业会当加做照顾弱势的经济力量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